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中国上届大间的银行，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伫美国的子公司工银金融，初九受到这骇客攻击，也造成美国的公债交易市场呢暂停运作。含罗西亚有牵连的海客集团 Lockheed 13表示已经收到这赎金啊。中国外交部表示，这工银海内外分支目前运作正常，也当咧甲风险也个损失降到上级。路透社报道，力所软体犯罪集团乐比13伫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上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初九互骇客攻击了后，已经付赎金，交易完成。不过，路透社表示无法度独立证实消息的正确性。It's a prolific criminal gang with ties to Russia that has also been linked to hits on Boeing or the UK's Royal Mail, for example. The impact of the hack so far does appear limited, but it does signal how vulnerable systems can be to cybercriminals. 初九防攻击的是中国工商银行的美国子公司工银金融，力所软体将电脑文件加密锁死，要求受害者付费换解锁，嘛造成美国公债市场中断，无计算交易，造成工银金融嘛欠纽约梅隆银行90亿美金。母公司工银已经紧急投入资金，也是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表示，目前工银总行甲海内外分支拢运作正常。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密切关注此事，并做好了应急处理和监督沟通，争取将风险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今年网络骇客勒索犯罪一直出现，加拿大财政部便于日本、名古屋港拢受害。那急着付赎金，就会防偷摕泄露机密资料。美国官员讲，那个比伫短3年来已经制造全球上大勒索软体威胁，不过建议卖妥协付款，唔通互犯罪集团得手。公司新闻收回中编译。